利地检署和苗栗客家文化园区联手合办青少年犯罪预防与客家文化寻根传承活动，跟着福基国小的学生们，首先来到苗栗客家文化园区。当地以客家传统16岁成年礼送纸伞的习俗，带出客家文化，追求平和圆融的价值。那伞的这上面是不是一个最大的人？对，就是说啊，我们已经长大了，出社会了，你就要圆满一点。在这里可以感受到客家文化真善美的内涵，像是奉茶亭的故事，就是要把传统客庄的善良精神传递给学生。好，奉茶就是说你走得太累了，让往来的人都可以怎么样，喝到这甜美的一个茶，对不对？所以啊，这告诉我们说什么？就是做人要怎么样？感恩。答对了，感恩很棒。接着转往苗栗地检署，由关护人介绍法律常识，培养孩子们知法守法的观念。我们希望小朋友要记住的就是什么？要守法，爱守法。透过法庭模拟，孩子们在寓教于乐中了解法律知识。会触犯伪证罪，要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犯罪行为的部分怎么来拒绝他，不要去犯罪？那当然也要避免成为犯罪被害的这个角色。所以我们是希望透过活动带领的方式，让小朋友培养他的一个法治的一个观念，以有趣的活动培养端正的品德，建立基本法律观念，更期许孩子们的未来能走在正确的大道上。上课喽！爱守法，爱守法，爱守法。